为着要让咱国内税厝的资料透明化，今年的1月，立法院三读通过《租赁主体市场发展管理条例》修正草案，要求包租业者甲厝卡签的转租契约，嘛要实价登录。若是讲违法，上当是当罚5万块。这项新制度会伫9月初1实施哦。今仔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，应该嘛要求个人的厝主嘛要实价登录，上好哦相关的资料拢爱伫1个月内提供。若厝买袂起，不少民众会先选择先细厝。也毋过，国内租赁主体市场定出现介绍无透明，也是资讯不实的问题。为要保障细厝的人的权利，立法院今年1月修正通过《租赁主体市场发展甲管理条例》，增订包租业者的转租案件应该立即申报实价登录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就不会说有受骗或什么的事情发生啊。当然会啦，如果有这个政府如果这个可以让租屋族多一个保障，也是比较好的啦。包租公的部分，他就要转租后才要实价登录，但是呢，在房东端这个地方还是没有全面要求了，所以针对房东这一块还有待加强了。台北市租赁主体服务商业同业工会建议，政府应该将自行出租的小厝头家到底实价登录，才会当使政策更加完善。根据了解，这项租赁专款修法，增订包租业的转租案件应该申报实价登录，像租金等资讯，拢爱对外提供查询。若登录不实，会当处5万罚款。过去规定，包租甲代管业应该按规提供租赁主体资讯予地方政府。即马也修正期程，缩短做订约了后30日来提供，方便政府及时掌握分析租赁资讯。如果房东不出席的话，就是说最后消保官那边没有积极处理的话，最后房客还是要到法院去告投诉申诉的一个成本是有一点高，不见得每个房客都会去救济了。专家建议，若厝卡拄到租金资讯无透明，也是细厝乌市等状况，会当积极主张向消保官申诉。也毋过，地方消保官的行政量能，敢会当负担真侪申诉案件，及时做处理，也引起各界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